已经为您准备好这段白水圣地词语的语音档。我选择了较为庄重且平稳的语气来朗读这段文字，以展现其中劝勉孝道的深意，并在背景加入了细微、祥和的氛围感。Lyria -3 Generation Text。 你们没有孝顺父母的，你敢说你是孝子吗？爸爸妈妈养你这么大，你对爸爸妈妈有什么好处？问问你自己。父母从小抱着你，喂你，给你洗尿布，睡觉给你盖棉被，有病给你看病，有好东西给你吃，好衣服给你穿。你长大了，父母下地狱，你长大了，父母下地狱，你全不管了。真正孝顺父母的是救父母出苦海，名留后世。Mood: solemn, peaceful, compassionate. Tempo: slow. Language: Mandarin Chinese。 这段音档长度约为30秒，请问听完后有任何需要调整的地方吗？例如语速再慢一点，或是更换不同的背景风格。你们没有孝顺父母的，你敢说你是孝子吗？
你们没有孝顺父母的，你敢说你是孝子吗？你们没有孝顺父母的，你敢说你是不稳稳不睡觉给衣服与你下地狱，你全部关了。